Hello， 各位港澳朋友仔，你哋好，我係華發金灣府生活推薦官。珠海金灣作為香港朋友嚟大灣區生活嘅熱門之選，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份超實用嘅金灣生活指南。我哋由華發金灣府出發，一齊去睇下。從香港過到嚟金灣，經港珠澳大橋接駁紅鶴大橋，好快就到華發金灣府啦。屋企附近嘅金灣華發商都就有香港嘅直通巴士，每日2個班次，全程約2個半鐘，真係非常之方便，而且票價亦都好優惠。香港站包括有圓方、中港城、太子上海街、沙田、大圍、荃灣德海街。用微信搜尋港粵汽車運輸嘅小程序就可以訂票啦。由香港中港城碼頭或者港澳碼頭坐船去九州港，落船之後再轉車，好快咧就可以去到金灣啦。如果想去珠海揸車，當然要換領內地嘅駕駛執照啦。首先用香港駕駛執照去到珠海交警嘅公眾號預約免試換領 ，C1 同 C2 咧都可以換嘅。喺現場做好體檢同埋影相，帶齊身份證、回鄉證同埋香港駕駛執照嘅原件，去到市民服務中心咧辦理就得㗎。至於唔揸車嘅朋友仔，唔使擔心，搭巴士都好方便嘅啫。60歲以上嘅老友記，線上用珠海通公眾號申請珠海通長者卡，坐巴士係免費嘅。我身後呢度就係金灣市民服務中心，同時佢亦都係珠海規模最大、服務最全嘅區級行政中心。嚟到金灣住，第一件事就梗係辦理港澳居民居住證啦。有咗佢之後，坐車辦理銀行卡，就算買醫保咧都非常方便。辦理都好簡單，符合居住滿半年、有穩定住所或者就業就讀就可以申請。只要帶齊身份證、回鄉證同埋居住證明、相片回執，去到金灣市民服務中心，又或者喺粵省市嘅小程序線上辦理，首次免費，20個工作日左右咧就可以拎到㗎啦。需要辦證嘅朋友仔，記住呢個地方啦。醫療絕對係大家最關心嘅環節之一。華發金灣府附近咧就有廣東省人民醫院珠海醫院、遵義醫科大學第5附屬珠海醫院、康復醫學、老年醫學、創傷急救都係佢哋嘅強項。仲有好消息，香港長者醫療券依家響珠海可以用啦！年滿65歲、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或者豁免登記證明書嘅長者咧就可以領取啦。先通過醫院熱線或者公眾號預約，告知使用醫療券。就診時攜帶香港身份證、醫療券電子憑證。至於費用係用人民幣結算嘅，按返當月嘅匯率扣除醫療券嘅金額。再俾多個攻略，大家可以用醫療券嘅醫院咧，一間比一間厲害。即刻同大家去睇下。珠海市人民醫院係珠海最早嘅3甲醫院，介入醫學、老年病出晒名。中山大學附屬第5醫院綜合實力最強，器官移植、疑難重症、腫瘤為重點，牙科、骨科、康復理療。費用大概都係香港嘅1/3，性價比真係非常之高。另外，港澳台居民咧，亦都可以參加珠海城鄉居民醫保嘅，每年繳費咧539蚊，住院報銷咧可以去到90%啊！門診社區定點最高報銷85%，真係非常之抵啊！而家港澳長者嚟到珠海定居，可以享受以下嘅長者福利。第一類，珠海戶籍高齡津貼。如果港澳長者將戶籍遷入珠海，年滿80週歲咧就可以申請啦。標準咧就喺晒度啦，大家慢慢參考。而第二類咧係針對中度、重度、完全失能嘅長者，每個月最高可以領取800蚊電子消費券，用於居家、社區或者機構養老服務。通過民政通平台就可以申請啦。如果你係年滿65週歲又或者70週歲嘅香港朋友仔，選擇喺廣東養老，可以申請廣東計劃，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同埋高齡津貼。由2026年嘅年中開始，你可以直接喺珠海市內嘅合作銀行領取津貼，唔需要再經過香港賬戶中轉。如果需要專業照顧，可以申請香港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。目前珠海已納入嘅指定院舍就係和頤頤養中心，金灣頤養園已經申報咗喺呢個計劃。平時 shopping 買嘢用微信支付寶咧就最方便噶啦，綁定咗香港嘅 credit card 咧就得噶啦，掃一掃乜都搞掂晒。揾食揾玩當然用大眾點評同埋美團啦，就好似香港嘅 OpenRice 咁。查醫保辦業務用粵省市咧嘅小程序就搞掂晒噶啦，仲有個灣事通添啊，一個 app 搞掂晒，出行、支付、生活好方便。出行、醫療、辦證、養老，由華發金灣府出發，成個金灣嘅生活配套都係你觸手可及嘅便利。
置業金灣安家華發金灣府，呢度有香港熟悉嘅便利，更加有大灣區難得嘅慢生活，好環境、高性價比，唔使再猶豫啦，過嚟金灣開啟你嘅理想生活啦！